左边元武真人，右边吕世民字。元成帝君，元武真人，吕世民，唐太宗吕世民，有贞观之治得政了，然后死后被拔擢为弃天神。能够讲这么多，真不简单呢。能够有这么多内容，真是不简单呢。那求道也是要跪在南屏山那边叩头，像捣蒜头那样叩头，像三国名将赵子龙大仙求道也都是要跪南屏山那叩头。